喺中山石岐區咁中心嘅位置，單價先7900幾，總價先90零萬，買間市區4房，仲要咁靚嘅東向視野，你去邊度揾啊？4房2衛，東邊向，住嘅時間基本上可以忽略。業主浙江人，當時炒樓買入嘅，蝕到趴住喺度喐唔到嗰種，係真係實打實冇呃你啊！攝影師烏低個身望啊，個燃氣表用咗25個方，係冇得呃人啊！業主話佢最多係返嚟瞓個中午覺，抹個手洗下腳咁多嘅啫。咁啊，價錢方面呢，唔好諗住大刀斬啦，因為已經係成個小區最平一間啦。大橫廳120方4房，高樓層，視野開闊，望返嚟入門口呢度，開發商當時嘅交標，第一間細房，望返花園中心游泳池，望到江。第二間房嗱，攝影師過嚟推推個光景，係咪真係好舒服？即係成間都好通風啊！你俾佢睇，你睇下啲風扯到，啲先涼爽啊嘛！你睇下間房，唔需要開燈，回到15年嘅價啦，基本上。咁啊，唯一有少少遺憾缺點嘅，就係主人房入到嚟工位呢個位呢，上邊嗰個天花呢，因為冇住啊，所以爛咗。但係當時開發商嗰啲都係啲咩爛膠啫。咁你重新做翻個鋁塑吊頂呢，其實都係2、3千蚊嘅事嘅啫。咁但係呢間屋冇抵押、冇房貸、冇點住過。喂，買落嚟自己翻新下，搞搞家私裝修，又係一道靚嘢。